大家好，歡迎收睇 G 潮 HK 嘅 Michael。今集咧為大家帶嚟幾個消息嘅。第一個咧就係我哋香港歌西影迷會之前搞嘅紅年歌西電影分享會咧，因為反應太過熱烈啦，咁我哋嚟緊喺5月25號咧將會加開一場。咁希望咧俾多啲朋友啦可以報名參加啦，或者係上次電影會咧報唔到名嘅朋友咧，今次咧就真係冇錯過呢個難得嘅機會咧，一齊喺戲院度睇紅年哥斯拉啊！咁另外咧，我就會介紹下我哋本會最新嘅活動，就係第一屆哥斯拉攝影比賽啊，獎品非常之豐富。而贏咗嘅朋友咧，你嗰張作品咧，亦都可以喺我哋嘅本會嘅 Facebook 嘅橫額咧展示2個月啊，俾全世界嘅朋友睇嘅。咁希望大家踴躍參與。既然今集係講哥斯拉之世紀必殺陣啦，咁啊上一次咧講咗好多紅年啦，啊咁今日咧就會講下佢嘅對手，啱啱今日先至到手嘅安樂安作嘅迪斯亞，非常之靚，我哋一齊睇下佢嘅威力啦。咁喺我手上呢隻安樂安作迪斯亞咧，造型就冇得輸噶啦，啊關節非常之豐富，啊尾巴啦、翼啦、腳啦、膊頭啦、前臂啦同埋頸咧都有關節，咁就分析亦都非常之豐富啊，上色都好仔細，你見啲腳趾甲啊、啲手指甲啊、角啊所有位咧都係上色得非常之靚啊，不過佢嘅比例咧就比較細隻少少啊！如果你對比翻喺電影版裏面咧迪斯亞咧係大隻過紅年好多嘅。咁但係因為安樂安作呢間公司咧出嘅通常都係比較Q 版啲cute 啲可愛啲嘅路線，咁所以你對比翻呢隻安樂安作出嘅紅年，咁同埋佢嘅迪斯亞咧兩隻係一樣高咁滯嘅咁但係同電影就有啲唔同啦咁電影咧就迪斯亞大隻好多，咁如果你話啱比例咧，其實係應該係媽咪出嗰隻迪斯亞咧就好巨型嘅，咁但係安樂呢隻咧就因為佢行可愛路線啦，所以我覺得呢個比例都非常之好起碼唔會太大隻咧，你知空間都有限香港。咁話呢隻真係除咗我太空歌之外咧，呢隻都係我第二隻最中意嘅，暫時覺得出得最正嘅安樂安作嘅膠。咁呢隻價錢都唔平啦，咁所以就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睇下佢嘅真身，想摸下佢玩下佢咧，記住5月25號嚟我哋嘅紅年哥斯拉電影分享會嘅加場，咁我到時咧會帶埋呢隻出嚟俾大家玩下交流下，到時見你哋啦〜